我是新加坡蔡牧师。我新加坡华尔街教会沙拉路派表。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有下面我不要巴多嘞，我说就个在哈罗这个我铺切子啦喂。当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就么耶稣可以么那么哈罗大鬼不可能。他留下了教会在地上。要求可以可以要么他每个教哈罗带啦喂。他要教会留在地上为他做见证。可以要么要他下去派掉不每个教哈罗带啦喂。他吩咐基督徒好好建立他的教会。加巴多了可以要的怕，要为可以要么他卡的，拉么拉丢对丢，要ku带打啦喂。他把建立教会的目标都放在圣经里面。可以要么哈开对了，可以无所得该掉不，到了个立法哈罗马拉达喂。他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永恒的天堂。要还有一场个不古代啊，比为我就叫可以久久打打为有下为没拍喂。让我们照着圣经的吩咐来牧养神的教会。下巴到了可以立法靠马拉达为我看他就为哈罗下要为可以要么他，和这个你还下为。耶稣是教会的大牧人。耶稣可以叫可以要么为要好把路拍喂。他要引导我们走上义路。和特别教会也告他该不丢要先于马拉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就么也是可以各位嘞，大卫有好些朋友，嘞有的跑步为阿萨他大卫有带过有。又说：“你们要牧养我的羊群，按着他的旨意照管他们。”不了开，那个为要么他，你还想要个他加标多标，大家我马拉大卫。耶稣说：“要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了也是各位，那个他大卫那两个还是老带过有。不只是拜6礼拜跟从主，而是天天都跟从。可你了开信你他这，也是可还是改变嘛？嘞对你嘞，那个改变。让我们都不要做只是拜6礼拜的基督徒。这不得了，看可你嘞信你为可以要这样嘛个拍丢。我们是天天都属于上帝的。我就还对你嘞个，也是给他加大为做拍标。我们也是永恒属于主的。不了，可以就大个，也是可以为做拍标。耶稣说：“撒该的物当归给撒该。”要么也是可以各位。要么给下位么，给下他可标。神的物当归还给神。有下位么，有下他标带个有。要把当纳的1/10全然献上。第七步为大丢，有下他不会达标。使我的圣殿中有粮食。我为不要，可能家丢多丢，还比较丢。牛在场上踹鼓，不要拢住它的口。牛长那前面的他，要不莫搞他，大呼大逼的个有。圣经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你破可能各位要拿那打，要比那打为我不嘞，只要对丢，只干把对丢，了开哈里边不靠马必须怕对丢。为要建立主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了开耶稣可以为我都拉丢我不。建立教会就是需要用神的方法。教不来可以要么拉不拉丢，对对我看就可以下我看他个业。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下个位就可以打给些怕拍可以拿去套个打给必有。他要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个位打给我都下他达标带过来没？所献上是圣洁的，也是神所喜悦的。大给我可能有下他大比为第二他，有下你们教会大丢拍没有？圣经是我们生活最高的准则。你不教看个阿萨的个，可能他看的阿萨的教会啊，带你对不？哦，就的把拍没有？耶稣说：“不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堂。”要么耶稣可以各位他要么他各位超他不会上面可能搞拍嘛嘿？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上去。有下位阿罗他对位超着的阿罗的哟。
我们不但要爱神，我们也要彼此相爱，我去为啥他还会这地嘛？这个嘞，这个嘎哈达没有？建立美好的团契生活，才能建立属灵的生命。大家为我们是这个阿萨蒂太了，嘿，大家为就哈破尔拉达拉嘎没有？我们要在学习真理的过程中，使灵命成长。我去为啥为多夸大希没有？可能我去为就哈阿萨尔拉图嘎对没有？让神的智慧充满我们当中。为啥为注意？我去为你们可能哈比就比。我们要激发爱心，服侍彼此，我去哈别为你们做嘞，这个奥子，这个得到，负起建立教会的使命，可以啊，我们尔拉达拉丢波，我为他那个辅导，并且训练新的一代，来一起为神的国齐心努力。那个样的地方，为啥为苗波就在那个地不丢波要和他马匹刷表？我们好像身体一样的彼此配搭。我去奥多，可能就为奥克地方卡修，这个嘞，这个报答嘞，格丢。神说要彼此相爱，互相扶持。我去这个嘞，这个哈达，这个嘞，这个嘎达的，为啥过来打没有？为神建立一个充满爱心的属灵大家庭。为啥波哈别为哈比就为也加路堂我去这个第二个。神要我们建立他的教会。为啥呢？我去要为可以要木他尔拉达拉丢波对兹拉打没有？我们要在神的带领之下来牧养。我去为啥写有那位可能要古有那位可能得考别个？神用很多目标放在圣经里面。为啥呢？到了个拉着，你不可能我去马拉达没有？让我们建立他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懂得怎样做。叫不然我去为啥可以要木尔拉达拉丢波我去哦，卡的把他马拉达没有？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思想浪子的故事。要不然我去买个位把位我拉找到了我去这个我别得了，我多年。我们知道那个浪子他是家庭中的小儿子。我个时候可能有买个位把做个要也靠一把来这个牌位。他要离家出走了。要做个也靠多个位。他说：“爸爸，我应得的给我。”要把个别人，我把我个教育就他白老แต่个别人。这是爸爸的财产呢。我为做个我爸为莫解牌位。爸爸还没有死，他就说这是他应得的。我爸妈死去个，我爸给我莫老有没有？我们看到那个小儿子没有感恩的心。一把来去这个就还不许不亲母为你妈要，好了嘛就。圣经说不多几日他就走了。你父好了，各位要慢慢慢干嘞，到改没有这。而且拿所有他的东西走了。这个个还莫卡就为他不要入改了还。而且去到很远的地方。这个个不家为我顶没了改没有。他一直要离开他的父亲。要就还我把车打个路，怕打改改没有。他要跟他的父亲划线。要来要我报个，我来路多车打，把改没有。然后他就开始放荡了。不了还要地改为还来地为改没有。浪费所有的钱。要卡就为付个卡不也把没有。最后把所有的都花尽了。来么卡不没有。他一错再错。要就还压扣或压改没有。跟他讲有没有用？跟他讲也没有用。要我马比搞不嘛就。因为他左耳听右耳就出去了。我要就还拿包的把拿我的把多也没把多。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瞧这个干有改掉他。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不要听的。要就要他我马比搞要就还蛮那个。他想那些犯罪的事情。因为我那后来就还害不了家的多你打他的心已经被那些罪恶的事情充满了。因为你妈小后来就还每个月为报就的给打。所以最后这个人的结局是穷苦起来。下不来要来么还拍那个还下家我家了没有？很多时候那些软弱的人，我们帮不上他们。这不得要个还我个你坐的跑出去，我要去隔壁嘛个。我们只能够为他们祷告，只能够等待他们回头。
我去做起要去为北我都付了去我拉条波波落比这个没有。但是如果他们回头，他们就有希望了。呀，他个要去来为北我都付了来我拉个去都要去搞到了去做小没有。这是小儿子的情况。这边做起一把来这个为多了去。这小儿子有没有悔改啊？那个我来每个了去一把来这个阿都付了。很宝贵的一点，很宝贵的一点。我付卡价为我落的嘛。无论他做到多么差、多么败坏，但是他最后悔改了。要看嘛路，看嘛写改个，我来每个要做起为把都付了。这就是我们的希望。这边有两个会多了去个。我们都会做错事。我去个这个里的屁的也不会有。但是神好像那位父亲这样等待我们悔改。要看我去为为啥做起我把我这个还是想我去过拉对啊，我落车们都需要悔改的。我去个都为把个都付有。这里给我们看到3方面很重要的。这不来你付可能我去马拉为泄露有家的。他为什么悔改呢？他第一，他醒悟过来。要他妈把到为把都付了，我的他要我都弄了没有？他清醒了。要我都弄了没有？他知道他父亲什么都有。要我把他妈个对这里的卡来做咩？要我都弄了。他穷到什么都没有。呀，他个要多个去下个家的去干嘛做没有？之后呢，他就什么？他就要起来了。不叫他要丢了嘞。你要悔改，你也要起来，要回去了。这不来为把都付出去个丢了去个鬼没有？第3，于是起来。泄露的落去要丢了嘞鬼没有？你们拉胡子第2跟第3是一样的。我去拉回你付，可能我去今年嘛，到过就去看学。但是我们看中文就很清楚。要看我去把你付，可你叫他不打这个毛病。第2，他说我要起来是想而已。你嘛对嘛，可能丢了嘞，我就去多啊，就这些。第3，他起来是一个行动，走出去了。现嘛对嘛丢了嘞，我就去要大些个就到了呗。很多犯罪的人。为把对错的怕。他最后醒悟了。我都弄没有。他想悔改。要为把都覆盖你妈个做。但是始终没有踏出那一步。呀，那个对到了为大些嘛做了个。浪子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每个月要把做看我不会有个拍。虽然他很败坏。要做看儒家是叫为做拍个。但是他对悔改的事情很勇敢。呀，那个要为把都付了来过了为做看，哈哈为可能对过了没有。他一明白之后，他就想要回头了。要我都死了，叫他对不对？会没有？而且勇敢的大回家的路。最后我哈哈没有，可能要我把给了会没有？然后我们看到那个父亲，本来要我把去。这个父亲看浪子回来。我把这个做开咩改变，要把我拉条要落下有必要。有没有跟他骂到半死？有没有把他骂到半死？要我拉要把他来，我把做开要把地白必了。把我的钱全部花光了，滚出去！有没有这样？那付卡不要把他来打我拉喽，我必了。他的父亲充满慈爱。要我把做开下白你们卡必做。他说把最好的袍拿给他穿。本来我把各位做开大家要不啊，越来越要带比啦。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拉比啊，越来越自比啦，把鞋子穿在他脚上。可能个越来越要为可下自比啦，杀肥牛肚来庆祝一下。本来可以努个多了，可以下来下家底家提多啊，天父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我们不把个啥个大家为我不得跑出去，我去啊带啦喂。但是他要求我们，也看看我去下地做了个，把之前不好的态度拿掉。不然他我去嘛打为你嘛打下不爱个就罢。然后要回到他的面前。本来可以要为没有少了我个机会没有。神很慈爱的。有啥就开下白而家喂。无论我们多软弱，我去下开多我个努个。你只要肯回头，我就开我多付了个那个。你肯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我去有没有少了个那个？他就会给我们机会。要就看我为把他拍了喂。但是这个机会是有限的。那个我要去就开看么做。因为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为阿萨就开就大嘛个地把我们要在有生之年掌握这个神那么上好的福分。这不但我去阿萨地，这是他有啥我不知道他，我哈去宇宙。这段经文最宝贵的一句话是这句。你父亲的多可能。
扑卡家的多的靠小开就得靠牌没有。对这个很可怜的浪子，我个要把这个就开哈卡对脚家。父亲说我爸个位，：“我这个儿子。”我位要把这个嘞，这是非常慈爱的话。多这个靠就开哈白位哈比脚多的靠牌位。我们的天父是慈爱的，我后面我爸有啥个哈白有家位有无啥牌位论我们。多败坏，我就开蛤蟆干努改噶，他总是用爱来对我们。要就开哈白位可能我后他最后我拉拉车。们看那个大儿子，本来要把耳朵个我开那个的他，大儿子很不高兴，要把耳就开你妈妈杀，这个小弟把钱都花尽了，我你把这个就开复卡不要有也把位哦，回来父亲还欢迎他，我拉掉他讲我把就开看的还有别位咯，还宰牛犊来庆祝。你个我弟啊了开要还来个提家提多别他的位咯，反应就是生气。要就开你妈子位哦，圣经怎么讲呢？你父后来还马拉嘞，圣经说他很生气，不要进去屋子。要你妈子家也把到了开也好个，要么累着，这个人虽然在家里，要把耳这个就开也好的车个。但是他是家中的浪子。要看个要就开也好车嘞，每虽然个要把牌位哦。他的身体在家里，要多就开也好车个，但是他心不在家里。要看因为你妈就开也好嘛车，你看他想什么？要他妈，他说：“我服侍你很多年，要开多开个为了个他，我拿起对位来考个，我也从来没有违背你。拿考我的快干嘛了？”这是骄傲的人，这开位就开你妈二位木位错牌位哦，他以为我这样做了，爸爸应该更多对我好。要就开我把就开我了嘞，对啦就会得到哟。这些人的想法就是爸爸很不好，这开嘞位多卡就开嘛大位多卡牌位哦。然后他说：“我做到半死，你都没有给我3小羊。”要开个了个他拿起这么么对位，拿我钱的去啊，多了开切开嘛对啦。这个弟弟花尽你多少钱，你知道吗？要看你把这个就开挪威不是么子，看嘛也把不会挪下啦你，看到了没有？挪么啦这边。这个哥哥我没把这虽然个，没有离家出走，要也看嘛多改个，但是他心中满满都是苦毒。要看因为你嘛可能就开嘛大位多卡的脚位，他不喜欢那个他的，因为你把个要嘛多脚，也不喜欢他的爸爸。了开因为我把个要嘛多脚，浪子的哥哥根本不喜欢看到浪子回家，我得个开我没把这个就开因为你把我拉丢位要就开嘛么个，也不喜欢他的父亲。了开因为我把个要嘛多脚。为什么这个儿子这么生气？他不快乐，阿妈报道了，黑要把儿子就黑要你妈骂下来骂下来了呢。因为他没有把自己当作儿子来看待。那个黑要为你妈，后来要就黑也是的也好要把他得要嘛说。浪子很不好，他离家出走不好。浪子离家出走很不好。每个月要把就黑也好，多个月把到了嘛的。这个哥哥也是不好，我为把这个干嘛的嘞？他里面很多愤怒，那个要为你妈，后来你妈是你妈妈啥个就还比较。但是好在他们有温和的爸爸。呀，他个要为我爸就黑，还别为还比较为我爸。他的爸爸会教导他们，而且会容忍他们。我爸就黑要个马比小比了，黑要个他有卡比啊。本来这个家庭很惨啊，不好啦。也搞这啲也搞就黑菲律宾里嘛都有。小儿子离家出走，大儿子心态不好。一把咧那个黑也靠多个了，一把那个黑要为你妈妈的。但是有这位慈爱的爸爸，这一切都变成有希望。呀，他个还别而家为我要为我爸做，为我爸到了黑，他不也感到了去做啦。神要我们牧养教会，有啥就黑我去啊，要为养母他，你还啥子啦？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我这个你改变了为错嘛？我们要看到这位父亲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怎样牧养教会。差不多了，看我有啥为可以养母他，还得了你还啥都。这些孩子应该是做不好的事。一直都有做黑嘛大为家的钱哟。为什么他们这样？为什么他们这样？要个嘛不到来这个对了个。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不在家。
我老哥要会我爸一起也好嘛吃。啊，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没有这种经验？吃开了侬个个不着了。爸爸妈妈都出去的时候，孩子最会搞怪。我爸一吃开也好嘛吃呗，不到了开也吃开对家开了对呗。这会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样个阿头妈个马拉来个哦。孩子需要父亲的爱。也吃开我爸为下爸为路诶。没有那位父亲，这个浪子很惨，他哥哥也是很惨。我爸妈做了个，他没改为也把小孩过度家呗。这个浪子的故事让我们学习到一点很重要的功课。没改为也把为我去的嘛，可能我和我看家为的整啊个马拉大要学像浪子的爸爸。我就开没改为也把为我爸还喜欢个的教育。因为那些流浪的人，那些软弱的人，很需要爸爸的爱和保护。俺有改为错的爬，没改为错的爬，就开我爸还是喜欢个。我们都是为神建立教会，我们都在教会里面。我就开有小波可以要木他，那么就对这位错牌没有。我不知道你的教会怎么样，但是我让你知道我的教会是怎么样。那位可以要木就开开了，那俺妈心里也看那位可以要木啊，那个这个马拉干。我们的教会也跟别人的教会一样的啦。那位可以要木搞，那位可以要木还学有嘞。我们很高兴，因为每年我们都会有一些人洗礼归入教会。那可以要木啊，在考虑一家对位错的爬左右。有人归入教会，我们整个教会都会很高兴。错的那个可以要木考虑来了，一家对了就当就开下来家呗。这是这几年里面我们向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去为错看我去对你好，考虑老几家的爬他还来不靠马币。我们常常组织几个人跟一个非信徒传福音。我就开错那个这个的了，我没白了，开老几家的爬他还来不靠马币。你传福音就有希望。我还来不靠马币的他多了个叫啦喂。这是我们在2022年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去为错看你好他，我可以要么考虑罗拉喂，错死的爬牌喂。很多人都来教会。错起妈妈罗拉喂。但是他们不是来教会就成为我们的会友啊。还有我为不要考虑罗拉喂，不多了看我为这就要拍啦啦。虽然很多新朋友来。错事情马罗拉个。但是大概就有18%会留下来的。那个对7%还是对10%啦没有。但18%就感谢赞美主啦。对7%这罗拉那个稍微不寂寞有人信主我们就很高兴。有人信主我们就很高兴。我和耶稣给他有那位错，没得他还来教会。因为教会我们也是很喜欢的事情。我们也是有一个我们很喜欢的事情。你看我多教教会，我个的嘛教会。这些人本来是会有的，然后他慢慢成长就变成传道人。去的母教开的个开什么企业界排位，看又就开又为我都去大不了。你的教会可能也是，你的教会可能也是有。你的教会也可能也是会有变成传道人的。那位可以要木个嘞，什么企业个啥啦的爬的啦。这就是我们为神做的。但是要做这些，一定要计划。没有好好计划，没有什么成果的。你看出他的问题吗？他发生什么事？他发生什么事情了？他油气吗？要做个洗鞋车游到完要出来不能够了。洗鞋开始拉的了，看两个月到了高了。他应该从里面游，这样就可以出来吗？第个要做个可不了鞋了，他到了教会。一样，我们侍奉神也是要计划好好的。这开始我去稍微干的把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怎样建立你的教会。那位可以要么还得还下去那个么事？我有我的方法。要看我们你有你的方法。那边我看到可能不一样。没关系。我们遵照圣经所教导的范围就可以了。假设我们建立教会我们就有圣经作为根基，那个根基就是圣经的话。你要怎样建立神给你智慧？有的人喜欢建立教会是这样的。昨天爸爸就开可以要么就开对家哟。美不美啊？
打了，不美，打了，这位，不错了啊。打没嘞？如果你不满意，不用紧。那你看嘛是个的，这嘛还要？建立这样的。这的嘛关键你啥？会满意吗？你看是哪些的嘛？还不满意？你看是谁看的 ？OK， 再换一个。对嘛关键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来建立教会的。我教会可以要么那么那就来就看教会。比较美了吧？这的嘛了到没嘞？无论如何，还可以搞。我们照着我们做的最好的方式来建立我们的教会。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你做的那些施工没有太重要，你做的那些施工不是最重要的。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会有。神交代我们。好好牧养我们的群羊。我们也是要建堂啦，做别的东西也是要的。最重要的是把会友顾好。以弗所书4章12节就教导我们怎么样建立神的身体。教会不是一起聚会，而是要同行。这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教会不只是来崇拜、来聚会，不是教会。我们只是做一半的责任而已。神是教会要遵行他的话。神看重他的教会比世上的一切。我们这里可能有做牧者的，有做这个委员的。让我们紧紧记住，这整个世界里面，神最关心就是他的教会。让我们也爱我们的教会。约翰福音12章26节说，耶稣说：如果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有人尊重我们，我们很高兴。但是侍奉神的人，天父说我会尊重他。这是跟随主的提醒。这个字应该就是天天跟随。我们跟随主，不要拜6礼拜而已。神肯定不喜欢。他要我们每天跟随他。但是我们去到礼拜堂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上帝了。但是你拜1到拜5没有去礼拜堂，你会想到上帝吗？很难的，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忙。所以这个 logo 提醒我们，还有很多教会需要在拜1到拜5做的事情。我没有时间分享这些。但是明天早上还有一点时间，我会讲一点。蜡烛在什么时候开始发光？
点燃的时候，都不要叫他把到哪位。蜡烛在几时就停止发光？我就打叫开我个妈把位哈他的烧尽的时候，都不会他有。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生命。这边有那个下面的吗？几时要来服侍？哈他的要不要记得？不用等。老车对吗喽？你信主就是被神点燃。那耶稣给他还有第二他个下就开拿都了没有？侍奉。不干个对没有？一直到烧完。都不会他个下面干他个对没有？所以圣经说，加不到你破好了各位。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然后耶稣给他有一条。就好像什么呢？阿妈说的那个。就好像在场上要赛跑的人。一大个，后来一大位穿水为这。圣经说，每一个人在场上都要跑，都要跑。你放后来我们一大个，后来他前面穿他背穿个个个有这。不要说属灵的事情是牧师传道做的。就他破扎大位家就可以沙拉的爬这地就为家等去打工。圣经没有这样讲的。你放后来才开马工了。属灵的事情是所有神的儿女要做的。下扎大位家就可以下面穿地个那个地位。赛跑的人第一名拿奖赏。一大把就可以拿把这个可以拿手个位。神很怜悯我们。下就可以他说我们所有跑天路的人，每一个人都得奖赏。嘛对了，我看第个里就可以拿手个对这。这个看就知道是什么了。这边你这他他妈的1/10奉献。对起不对不对喂。把1/10奉献看成负担的人，你就是不明白的人。对起不对不对喂，就看挪不不黑家的，我就看慢那个是就拍没神说这就是祝福来的。要看个啥个就看，就看我不。你给上你的奉献。喏，对啊，对啊，他是祝福来的。不噶没有。这是神的应许。这不就看有啥位家庭多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我老记得嘛，多就这。我不懂你没有听过。那就那么小嘞。有一个人他有一个果园。从这个就看一起哭的嘛，就。他的苹果是最好的。有就看不是就看大家没所以每一粒苹果都可以卖很多钱。不是的跑就看富豪啊没有。这个月他有收成了。有就看啥没有。他收成了10个苹果。有就看不得吃是啥啦没有。他把2粒苹果拿去让孩子去读书用。有就看你喜欢了，看压力一点不也没有。他再拿1粒，家人一起吃了。这时候原来看也要得给白家没有。他再用了2粒，卖了。去买一些他需要的东西。你喜欢花了，可以给付出给我要也刚好路边然后大家发现这个苹果很好吃，再吃多1粒。不了，还不去买家了，我们有个其他的的喜欢价位。家里还有很多需要，后来再卖掉3粒。不了，还垃圾路线了，我了还先喜欢好些。有钱了他就做很多事情了。付出马上把到了还垃圾对个没有。剩下最后1粒。那没得洗了没有？请问是谁的？什么牌来记得洗没？这粒是谁的？什么嘞？他是一个基督徒。要就还可以啊没？这粒是谁的？记得洗什么嘞？这一粒是上帝的。记得洗就还有啥位冒牌没有？上帝的不是你的，上帝的而不是你的。有啥位冒？是上帝的苹果，而不是你的苹果。这边就还有啥位冒嘞？哪位冒嘛？神说把1/10交上。为啥我们拿得起不得不交，还要不也落雨了？但是那个人看了，哇，越看越想要吃。呀，看了就是这个，就看不了，摸得到山，你会啥价格？最后就忍不住了，咬了一口。那没有嘛个了，还得本个价钱没有？哇，真的很香。每家出价钱。很喜欢吃。价格价。想着想着，多该拿了。吃。个得个价钱没有？哇，变成这样。那没有就还拍钱没有？神啊，这就是你的。不了，还有啥去弄么有个没有？我要把1/10奉献给你。得吃不得不拿，别那有个没有？这是我们的光景吗？这边就还要你还会拍钱了就有啦。将神的1/10交给他。得吃不得不有了，看有啥个？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信徒。这边就还有位还比较位可以得做了就可以。神会照顾你。有啥拿不拿那就有。有时奉献也是蛮辛苦的。
第八第一個大嘅個做係我讓大家知道一下，这20多年来，我们来这个台北做宣教。睇苗可能下嚟不靠對面去學跑咧，去苗羅即係馬拉加。2004年一直到今年，你去我學他打了係人哋其他學他下嘅。只有 COVID 的那3年沒有來。本來佢佢不他COVID 他這樣而且學乜嘅老姐咧。我們來很多次啊。我就係來報嘅老表。一共人次懂嗎？有1325人次。你去學表要佢坐揸啦揸水啦個，第一些很請下係嘅老表。我們共來了57次台北啦。睇苗佢老就係啱去十八係嘅老表。我們花錢最多的是飛機票。佢副業嘛就係就係集部副票表。很多錢都很喜歡樂意來花。坐那個咧，付有那了係就係熱鬧多咗。買飛機票很不甘願啊！呀，嗰個集部付就係佢哋你媽媽下咧。我們買飛機票這些年裡面，一共花了這樣多錢。我去集部付就啲個錢媽媽補俾我咧。哇，飛機場是很有錢的嘞。集部啲把就係我哋靠就可以付俾教育我們拿這樣多錢給這些人，哇，很不甘願。我就可以付錢媽媽有了，係我集部付會就係你媽媽下。如果拿來建立教會，不是更好？因為有了了係佢要冇邊個係嘛補出來。但是沒有辦法。也看點乜啊？請問我們花這麼多錢買飛機票，值得嗎？那個對住那個咧，我付錢媽媽有了集部付對就係我付款係啦。值得不值得？付款係啦，非常值得。付款價咩？今天我們能夠見面，人家我去個冇大位，不是錢的問題。付就係把下咪，我們在高舉來標榜神的愛。我就係下位下位背位他去我們在屬靈上彼此勉勵。我就係做下波啲嘅我家必打咧，花很多錢也值得的。付下嘛個嘢個。付款價位，不要不捨得你的1/10奉獻。下不得了，看我哋啲錢不得不講去，下位可能個啲價位。神的國度比一切都更重要。下位苗不對就係我講要對話嘅，有價位。這是教會的架構。其實啲嘛就係佢要冇位。我只是講一件事情。我不卡牌位。教會的組織是這樣的，有這個堂議會啊這些。佢要冇位，我不卡就係呢個冇位。這些堂議會是所有會友都來的。我哋學士冇就係卡背，即係要卡背個啦。哪一個權力最大？佢個卡位咧，加把做家嘅卡得冇咧。堂議會嘛，因為全部人嘛。我冇要卡背牌位咧，加把有家位。這個也是對。議決就是開會要做決定。媽的直接我攞揸咗咧，揸住到即係他卡背就車位。最高的權力是堂議會。差不多，我每一卡背就係加把有家位。所以他的權力是降下來的。差不多因為加把我不看你，即係他這個地方牧者在最後咧，牧者。也看個沙拉的跑了個後來嚟車那個門。我們最沒有權利誒。沙拉的跑就係這個加把嘛做。因為開會是他們比較有權利。我攞個開加住大個，好似就要去幹嘛幹去。但是牧養，也看個有你下下位。牧養是牧師傳道最有權利。也看有你下位就可以下那個不加把做家位。我們來這裡要辦很多事情。我覺得看到老就他來就加對位。他們做決定，很多他們做決定的。差不多開貓位，我又看有很多錢的對位。但是關於牧養，很多決定是我做決定。也看佢要牧啊，揸大了係多錢位加落個係啊對位。請問拉湖的弟兄姐妹？差不多了，開拉湖要邊你的爬到哪那個？神把他的教會交給誰牧養呢？而下就係因為佢要牧去阿刷去阿邊位咧？交給會友來牧養，還是交給牧者來牧養？佢要牧啊去阿邊位啦，沒了開沙拉去阿邊位啦，很清楚的。他都累有咧，沒有得辯論的。我的做乜做？神把牧養的責任權柄給他所選召的牧者。而下就係佢要牧啊，你下沙對位，哎呀，加把就係越嚟越為錯他去阿邊位。雖然牧者也有軟弱。而下位沙拉的爬個個。我的團隊裡面那些人很多比我更聰明的。
我为我们要可能对爸爸那个开主人啊，开作家。虽然他们比我聪明，我还是牧养他们。要去做开主人啊，开作家啊，做开要去啊，你还啥必须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我那个做开上啊，阿拉为加排位。有机会我们再讨论多一点。我要做那个开那个大嘞。这就是圣洁生活。是不是做开大给为花啥地位老白？用一个结婚的来对比。我去也家家为家到了，我马那个。我们的人生从0岁到12岁，一直到80岁，有的人活到100岁。我为阿啥做开我去不得跨得了去，我来么得爸爸个得下靠拍阿啥个地位。你在哪里呢？你在几岁？我还没得多少嘞。我已经超过那个红线了，我60多岁。我做开你也为我来么？不开为咩？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我个对这个马那个。我很高兴听到拉湖教会，如果你婚前性行为不能在教会结婚。我去拉湖呀，可能我个教会做开同埋你嗰啲他，拉我妈都是个，啲嘅车位攞個去不要，可能拉我妈都比别个冇。我们很感恩过去50年来那些牧者很有智慧的定下这个规矩。有下面我不知冇咧，不拉汤，不拉边我只可要，可能沙拉路啲怕，只係咧我理啲嘛啲得啦。他们定下这个规矩好不好啊？只係咧啲得啦，咩得啦？很好，得。我们应该给他们鼓掌吧。我要看那些他别咧漂亮，他们真的做得很好。要对为大家咧，要保护神的教会。有下面佢要冇他个你下下面，随便都来教会举行婚礼不可以。不要可能他们拿到的了，开那个都比嘛拍。我问你一个问题啊，那个对简单那个，我们人几岁的时候开始有性欲？我去吹一次阿啥，看你看他打嘞。下面嘛个学看嘛个这个自家这个车个你嘛做了嘞。结婚之后我们会有性欲吗？才会传宗接代，才会生孩子啊，是这些。结婚后，我们结婚的人都有性欲懂吗？我去也家教为嘞，很多为做的拍照，你嘛我去做为嘞。所以我们结婚的人有性关系没问题呀。我去也家做为做的拍照，我泡沫苗这个是为做开把嘛做。但是不可以乱找人啊，要太丈夫啦。看我讲你为做嘛拍了泡苗这个拍为哟。请问还没有结婚的人有没有性欲？看我开我也干嘛做是为人了，的拍了我开车为你妈做了。这个蜡烛代表性欲。我做大是为做开我为你妈个车为嘞。12到20岁的人也是有性欲，怎么办？对，今年考他打来搞，我可能为你妈做为这孩子读了。结婚的人有性欲可以用吗？结婚的人可以用吗？用这个性欲？也家做为做的拍照，开你是搞为你妈做了，然后就他是拍了。圣经讲可以，你不可能我会拍为这，没问题的。把他们做。但是如果这个还没有结婚的人可以用他的性欲吗？那个也干嘛做是做的拍照开，暂时都拍了。神说不可以。你个啥个嘛拍这？为什么他们不可以？神还要给他性欲。他妈报道要去做开暂时嘛拍为搞个啥做开要去做开那为你妈做对对比嘞。大家都没有性欲，不是更好？然后就不会犯错啦。要去做开那你妈妈做对嘛对比了，我要做开嘛也打嘞。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要看好做开为啥为你妈个那个比。神让那些还没结婚的人有性欲。为啥做开也干嘛做些做的怕做开那为你妈做智慧做？目的就是要操练这些人能够成熟，能够成熟。为啥为多了个做开人呢？是的怕要和拉黑拉对我不拍没有？不是神给你的东西都可以随便用的。为啥拿卡比拉为我就卡比做开拿到也拍没嘛嘿？请问你有10个苹果，有9个是你的，对吗？要是他个车还是嘞，不是的，只是做那个是做那么拍完嘞。一个是谁的？这是做开什么嘞？是神的。为什么？你不可以拿来用的。拿鱼怎么拍？神给我们赚钱。为啥个我负责不知道？我们给了神。我做开为啥个？我比为是不是90%全部自己的衣袋里面？本来的
20%就看我为股票靠的类别啦。没有啦，你还要照顾你的家庭吗？嘛晓得我为压的拍个，你还啥为？所以你拿了钱，我去付个为哦。有的是神的，的爸爸就开为什啊，么？有的是你的，的爸爸就开需要么？有的是政府的要交税，的爸爸我开拉他爸个我比为。有的是要给家庭的。的爸爸我也家的拍个我白比为。不是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都可以随便用的。差不多了，我讲就开为啥个卡比拉大约卡贝就开我卡贝也白咩？我讲一样的，这卡需要。神给我们的东西，为啥个比拉不要做？我们可以自己领受。我看我还有拍为。也有的东西是要跟别人分享的。也看的爸爸我可以说个，有我的是白比为。要给神的。的爸爸我为啥个我比为？年轻人，人呢的跑，神给你心意，为啥呢？就是要考验我们。为啥呢？创个时间嘛，我也没个时间嘛，我你妈做事老叫。看得起我们。为啥呢？老年老嘞，为啥呢？他知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胜过的。我那个我就可以为啥要不啊？把到了看我去啊，拍图不得知啦没？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那个得就那个浪子回头吗？没改也罢了咯。浪子回头看到爸爸高兴吗？也没改也把这我爸摸着他下来家了。哇，他爸爸就跑来抱住他。我爸就可以要过来那个摸着他离开了，可以白过背了。浪子想回家，没改也把这个阿哥过来个，因为他相信他的爸爸会接纳他。我那个可以要我爸这个我要下就拉对的，要有他的哥哥会接纳他吗？也还要我把还有标啦。如果浪子回家的时候，到把这个可以要没改要把这过来掉他。还没有看到爸爸就碰到他的哥哥，结果会怎么样？我爸我老妈没嘞，要我把我老妈个还可以拍出来。你想一想会怎么样？那多你嘞还拍出来呢？弟弟在半路碰到哥哥，没改要把这过来了，也搞得到搞得他，我把负担呗。哥哥会不会欢迎他回来啊？我把这嘛过来知道。绝对不会。马家过来知道。所以他们碰面之后呢？差不多了，还有嘛负担掉他。可能都会打一架。有嘛呀，多大对海嘞？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我老讲，都。浪子的爸爸是教导教会应该怎么做。没改为要把我爸是这个就看我可以要么还得了，还五百多。我们要想，我们要想办法让那些不能胜过的人能够胜过，结果在教会结婚。差不多了，看我就看卡开的了，我卡的爬个家了，看我我人家的爬嘞不要，可能拉好多对啊，对比你画一条线。那卡的嘛大比了个。有性关系不能来。那。也干嘛去嘛？就是干嘛？那我们都是个这个车了。结果多数年轻人都没有来了。不要了嘛，拍个表叫他人家的拍出来不要嘛，他们怎么办？哎呦，还得出来。他们会觉得我是个罪人。哎呦，你妈后来开多了，我就开为帮人家为超有得多的。我是个污秽的人。我就开查起教为超有得多的。教会已经定他们的罪。好了，我可以要么就开又为把教有得，我别把到。你说他们还会不会很爱教会？那多你嘞，就开对比的，他要去不要啦，嘿啦。很难的啦。不要嘛拉倒嘞。教会不要只会划线。可以要么就开哈大别。划线是对的，不可以婚前性行为来结婚是对的。哈大别就开教育。但是我们要帮助那些年轻人过来这条线。看我就开人我得怕，哈大别吃就包去拉住我得别。要做一个能够容纳软弱的人的教会。差不多你为错的怕他还有个为可以要么拍别的路哟。这个婚前性行为很严重啊，这个时代。吃的就要只要可能也刚拉我们都是个这个吃这个是为就开海教会哟。不是你们拉湖而已，新加坡、世界各地都是。拉湖要就对面的新加坡每个教会都穿还不要吃的吃。教会就是要装备人能够胜过这些的挑战。差不多可以要么就开吃那为干路给的把当那些怕它的火很大。没吃海教。我们要消灭这个火。没吃那个地白呗。一滴水可以吗？一个对家地白个漂亮。没有用的。嘛拍打嘞。一直打败仗的。
手把拍对哦，除非换也看到看对这个把，很多水来，一个全妈妈的那个腐败喂，总有一天会扑灭。对你个我还咩对哦，那一个人软弱，不可以叫那个人自己去作战，不给自己一个人去挑战这个罪的问题。要朝这个纽约把到了，还为把这边的看到这倒带路，过来看我边整个教会要合作起来，可以我们看别个报答没有？一起来帮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胜过。人呢对爬这边个多不个比没有？单单靠他们做不到的。又还有和那个黑个是怕拍嘛个？我们要做更多的事情。我就开乐来买个对没有？我的教会是很喜欢玩啊、表演啊，他们很喜欢做这个。我们可以我们就开来起来呀，离个的爬这个不家。但是我告诉大家，也看到他的结果嘛那个。我们做这些背后有很大的目的。我去这开对面多了个个做没有？有声音吗？我常常看到我们的年轻人会在一起祷告。我去为人呢对爬卡他搞这个可是带来菠萝菜不是我们规定他们的。要去这个带来菠萝面，我妈不必啊嘞。来，有一人先祷告，不是这样。好了，了开这个菠萝啦，我妈不必啊。他们自己会想要祷告的。又还有菠萝干，因为他们也有需要。我那个要和卤呗。教会做很多事工，哇，活泼起来很好。可以我们就开来就搞对面，把到嘞热下对面就开大家。最后的目的是要达到神的心意。也看看我嘞，每回到了个就开二三万罗是对了喂。你叫他们每次来祷告会，没有什么人要来的。我不要啦咩，我别叫他喇叭怎么做？你要爱他们，跟他们一起活动。也看看就开又个下来又给这个错个对比。然后慢慢他就会被你影响，就会喜欢属灵的东西。差不多我每个又个就下站到呗，我这个又很多做啦呗。我最喜欢看到这些照片。我下次这个俺多做家呗。这是建立教会的一个成果。其实就开可以我们二拉木拉土对呗，我小牛排呗。亲爱的弟兄姐妹，下边我别人在跑。亲爱的同工们，下边不家的车在跑。我们在不同国家的人，我就开这个的没车呗。多几天我就回去了。我开回去哟。你会走你的路。我讲我车个回去哟。在泰国很多事情你要做。泰国可能来就干我个对对哟。我有我的计划。我讲我个卡做哟。在新加坡，我们新加坡人有很多东西要做。我新加坡个来就为个对对做哟。你们在这边，我们在新加坡。我就开出车呗，我讲就新加坡回去哟。看起来是走不一样的路。你个这个卡有嘞也个。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也卡下边边在跑。其实我们是走同一条路。我第个我就开也个对这卡学也个对开车。照着圣经的吩咐做。我就开二三里不到个，可能马拉边开始对车。你做的跟我们做的没有差别的。我对车呢，我对车个不大干嘛做？虽然地点不一样。对车个对嘛学大的车。但是我们走到最后，我们会在一起。也看看我也个车对车，看来我们每个人他对个车对没有？我们现在在一起也很难沟通了。基本我就开对个车个都要打下对下家嘞。以后我们去到天家，我就可以跟你沟通了。也看对你二三秒，可能我搞掉他那个都要大家对哦。神为我们预备不同的地方走那些路。二三就看我来的，可能也个孩子啦呗。但是他为我们预备一样的地方在天家。也看我二三就看我他学的这个对个带啦，就看二三秒。这个事情很鼓励我。那今天嘛就看我个比拉家。有时我们人跟人之间没有办法在一起配搭，不用太可惜。对不对呀？我就看对个家对掉他，我对个家报答对嘛个。但是有一天我们要永远与神同在。也看对人个我就大个三个路车对哟。这就是我们最后的结局。其实就看我来问我就看一个排队哟嘞。信主的人都来到永恒。有些也是给他看有就看不就看就大我第六改对哟。我给你看一段的这个slide。我好的嘛，我马拉个。你准备好，我们一起来看。还有古海大量的给你不？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一生。其实就看我就要啥对不？从开始亚当到现在，
ada iwa ta ta leo ke chibu 那 khaga 么我们有就业， pu leo ke ngai li fu pi 然 jo 后 la 耶 yo 稣来了， jo ma yesu ke ya la ve 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 yesu ke cho ke ngai ko pu kha si leo ke ngai ko pu ko te tu 然 la 后 yo 主耶稣就升天了。 pu leo ke jo ma yesu ke mun ma ko ko ta ko ya ve 主耶稣升天之后呢， pu leo jo ma yesu ke ta ko ko no ko ya 新业就开始了。 li fu si jo la ve 这是新业。 chi vi te to cho ke li fu 你 si 们看到一个人，看到一个人吗？ cho te ga no mo la 就业走的，就业摩西啊、亚伯拉罕这些人 o cho te pa cho ke mo si la abala hala le 来到新业，就是你跟我咯。 li fu si ko lo ga la vi cho ke no la nga te pa pe yo 新业也不是没完没了的， li fu si ko che ga ma pu ma le ma 因为 he 耶稣说他会再来， jo ma yesu ke ko yo te po ko la tu 他会 che 来在空中。 yo mun no ma ko lo ya la 圣 vi 经 ta 说我们在空中与主相会， li fu ko lo ko ve ngai cho ke jo mun no ma te tha ko lo 然后 nga 地上 yo 有 nga 大 fu da 灾 tu 难 che， 地上有大灾难， pu le mi ge cho ko lo tu lo ka lo 基 jo 督徒 tu 会被提， yesu ke ta yo cho 在 te pa 天 chi 上有 dai ve 羔 ga 羊 ka 的 tu 宴 yo 席， pu le ke mun no ma ko lo yo e ve 然 pa 后 lo jo 主 tu yo 要带领众圣徒来到这个世界， pu le ke yesu ke ta yo cho te pa mi ge cho ko lo ko ya la tu 那 yo 个千禧年就开始了。 o ve ta le ke te hi ko ve ya ko ga la tu 过了1000年之后呢， te hi ko pu te ta 地球就要被烧毁。 mi ge chi ve ka mi to ba tu yo 圣经说，所有的东西都要融化， li fu ko lo ma la ve mi kha jo ve kha pu cho ke 那个 to 时 ba tu 候 yo che 我们都会被提， o dia ta cho ke ngai kha pu e chi dai ve 天 ga ka 堂 tu 出 yo 现了， mun no ma mi to la 地 ve 狱也出现了。 mun na ho ka to la ve 圣经说， li fu ko lo ko ve 所有的人都要复活， cho kha pu e ga ko te tu la tu yo che 在神的面前排队， gu sa ve me so lo ga hu tu yo 每一个人都要到神的面前受审判。 te ga le ga gu sa me so lo si je ve ga ka tu yo 我们来到神面前， gu sa me so ga la te ta 我们有没有犯罪啊？ ho ve ba te la 有， te ve yo 神赦免了，还有没有再犯？ gu sa ve ba pe lo ga ko te ya la 有时候还会再犯啊。 te po te ya ga ko te ya 结 ve 果 o le mo ko 我们是有罪， o le mo ka ga ho cho ke ve ba jo 有 se 罪 ve 的人不能上天堂啊， ve ba jo cho ke gu sa me ko lo 怎么 ga ma 办？ pe hai te tu le 所以就下地狱了。 cha ba da mun na ho ko lo le tu yo 如果一个人来到神面前， ya kha te ga gu sa cho te ga gu sa me so lo la 他 ve 有没有 ta 罪？ yo ve ba jo 有 la 罪， jo ve yo 但是 ya kha ga 他有十字架的救恩。 yo cho ke la ka ve ta ko ve o bo jo ta ve yo 十字架的救恩就把罪打掉了， la ka ve ta ko ve o bo cho ke ve ba o ve do ba se ve yo 罪还有没有呢？ ve ba o ve jo la 没有了。 ma jo le 你看这个人都是有一点黑黑的， no nya le cho te ga cho ka jin na pe 表示我们虽然是信主了，但是有时候还犯一点罪。 o ga 这个cho ke ngai yesu ke ta yo la o ga ngai cho ke ve ba jo se ve 在 ga 那一天， te ni ga ja ta 圣经说， li fo ko lo ko ve 神要给我们披上义袍。 gu sa cho ke ngai ga te vi jo ve a bo fu la tu je 圣经说这是白色的衣， li fo ko lo ko ve fu ve a bo fu la tu je 虽然我们还有软弱， ngai cho ke ga nu bu se ve yo 神让我们永远胜过了。 ya kha ngai gu sa cho ke ngai ga 所以 se 你 pa 注 pe 意 za 看 la 那个人 看人家打的球的个，他就变了， 要叫开巴拉维哦， 哇，很白了。 富哎拍拉维哦， 不是我们这么好啦， 我去对啊，要买嘞， 是神用白衣来遮盖我们。 有啥叫开阿不费维对了，看我去对我们啦的结果是什么呢？我来么开了个叫他，我们的结果就永远与神同在。我来么我叫开就打有啥叫我切这是神为教会每一个人所预备的结局。 就叫开有啥要可以要么可以要对个哩哩啊，我那边我来么切个拍维哦，虽然我们不好，我叫开马达维错拍多个，好的人都有软弱，看那达维错个，俺有个叫维哦， 神不会介意， 要看有啥阿姨马达。 他要我们一直跟随他， 要看我的爬，要看手的个都是软个，弱也跟随他， 俺有个要看手个都是个喂， 永远抓住神的应许，不要放。 有啥位个的，看他个字典了要看手这个个个是个，人，神就不会给他一件义的衣服。这个对对他我来么个个，体育教育阿不有啥我有的教会可能做得很好，哎，我可以要么对爸爸对大家嘞，有的教会做得不够好，要看对爸爸个看对看了么的，不是这个不会很重要，哎，就叫个阿姨嘛我们都不要放弃。
也看而就开嘛个拍吧，请问蜗牛啊，农家人类去不写啊，老哥，结果有没有上了方舟？要就开诺阿位好老个好累啊，系啦，很多动物都来了。诺阿位好老个好，感觉都下就开累没有？蜗牛有没有上去啊？不写老哥就累啊，系啦，有啊，要不然今天还有蜗牛吗？累没有？累没老哥开人家不写老哥就嘛就系嘞，马上方舟就很快，一木就开好老个好累没外家，骆驼也不会慢。噶啦我噶外没有？但是这个蜗牛就很慢很慢。呀，看个不写老哥就开耐家没有？神有耐心等我们，呀，看有啥就开下背没有？看得就算我老们很软弱，就就看我为干就只要我们不放弃，我来嘛拍吧老哥，神会等我们。有啥个老那就。不要怕慢，只怕站。那位大哥，过度就开大户啊！位我过度们彼此勉励好不好？差不多我和这个来这个好大嘞。在神的路上，有啥位呀？好咯，一定要动，该做啊位，我们一定要做。对做啊位，神的吩咐要做，有啥对做那位，做对做不完美位。不用紧，不完美也不用紧。嘛比罗噶的起码要，让我们朝着这些目标。和多罗个起的爬上和对啊。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觉得卡路车坐干嘛子？拉胡，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可以吗？我老虎也得给我人来吃呗。神有应许的，有啥位家己多靠拍位？只要你不要放弃，那嘛拍吧位老哥，种到希望破土而出。第一个嘞，我要去米个，不到了他还个老大。可以一起讲一次吗？我得给我人来，那办不到呗。对，你写地位来，也到了他哈个他的哈啥？听不到，嘛干的？什么？哦，错啊，有错吗？谁可以立刻改一下吗？泰国人。OK， 我们华恩喊一次好吗？把我得给我嘛啦子。种到希望破土而出。OK， 预备好吗？我们会喊一次华文的。好的。OK， 让他们知道。我们会喊一次中文的，让他们知道。现在谁啊？我们准备好了，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也会喊。差不多了，看我还把这跑过马拉对我包谷还倒这。让他们数吗？这个对了啊。这个对吗？这个对吗？你看一下。这个好像不对。不对哈。是。这个是错的。错的。OK， 华恩站起来可以吗？我们对了哈。对吗 ？OK， 我们喊一次来。OK， 种 ，OK， 1、2、3。OK， 我们训练过了，可以跟你们一起喊的。我做开对脚为买嘞，差不多了，那个我马拉个。虽然我们拉胡文比较长一点点。拉胡为多靠那个字位哦。但是他们会喊慢一点。要看个还把要用我的他要做开。我们用这个作为一个结束好吗？这边我了看我配对嘞。你们拉胡人这么多，不要比我们小声啊。那个拉胡要嘛这边把到了看我靠几个到底。我们为神种到希望破土而出。然后有下不第个了开，拉达他还给哈啥？给。拉胡要这个还把边这个我我买来差不多了，看拉胡要个靠几下来得了开我嘞。给坐直一点。贴的么子嘞？开始了。这个我。对，你写。我们华恩比较大声呢。还把要靠这下了就买嘞。你们大声一点好吗？这下来我嘞准票多了呗。他要录起来，我们要回去让新加坡人来看，拉胡人也跟我们一样，要种到希望破土而出。差不多了，我还拉胡呀，还把呀还是拉达拉多不排比嘞。你们也站起来好不好？那个这个多拉起来。站起来比较有力。
哎，这个对的他对给我，给准备好了吗？哎，กูให้แล้วนะกูให้ก่อนเต้นี่เช่我了，开对给我เนี่ยแล้วนะป้าต่อละเว้ยเต้นี่เช่种到希望，破土而出，一样吗？哇，很好。开始学个了，这了快去。我们感谢神。哎，有下一步我请请我哟。宣教队，你们有献唱是吗？OK，好，谢谢你。